我要質詢啊，王國興。回歸冇幾耐咧，支持廢法就係支持廢法，呢個係鐵一般嘅事實。閹割工會就係閹割工會。嗰個法例由於王國興，我話俾你聽，我話俾你聽，你唔係為勞工服務，亦都唔係為香港人服務，你係為共產黨服務。你只係共產黨嘅一隻棋子。廢法係共產黨俾工聯會嘅一個政治任務。你聽共產黨講就去投票，不顧工人嘅權益。工聯會咁多年以嚟，都係共產黨嘅棋子。各位市民，請睇清楚工聯會嘅面目。共產黨支持資本家，工聯會就支持資本家。資本家唔中意就體壇判決。共產黨就命令工聯會去廢法，不惜罔顧工人嘅利益。所以工聯會講咩都係冇用㗎。佢話要爭取梁振英政府做乜？其實就表示佢喺曾蔭權政府之下乜都冇做過，只係做橡皮圖章。所以大家請認清楚工聯會嘅面目。工聯會就係名副其實嘅共產黨棋子。工聯會唔順氣，可以告我哋對簿公堂，睇下個道理係點樣。工聯會係共產黨嘅棋。好啦，時間夠啦。